呢兩日大家最關心嘅肯定就係財政司司長啱啱公布嗰份2026至2027年度財政預算案。雖然呢幾年政府成日話庫房有壓力，要量入為出，但係對我哋一班基層市民或者係老人家嚟講，最緊要嘅始終係嗰幾樣保命錢。大家呢排見到新聞係咁報，話啲議員喺立法會入面力爭，終於保住咗嗰半糧，即係發放額外半個月嘅津貼。你可能會問，到底呢半個月糧幾時到手？點樣先攞到盡？仲有嗰啲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，甚至係打算返大灣區養老嘅廣東計劃，入息限額有無變，申請手續係咪又複雜咗？今日我會一次過幫大家拆解晒2026年最新嘅津貼攻略，無論你係幫自己攞定係幫屋企老人家申請，呢篇內容你一定要聽清聽楚，因為入面涉及好多細節位，稍為填錯一個資料或者過咗限額，分分鐘會搞到原本應得嘅錢都攞唔到，所以大家記得留心聽。我哋先講下大家最關注嘅半糧安排。今年2026年，財政司司長喺預算案入面雖然強調要審慎理財，但係經過一輪諮詢同埋社會各界嘅壓力，政府最終決定維持發放額外半個月嘅社會保障金額。呢個所謂半糧涵蓋咗綜援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同埋鼓勵就業交通津貼。簡單嚟講，如果你平時每個月攞緊4000幾蚊嘅高額長者生活津貼，咁到時嗰個月你就會攞多2000幾蚊，總共攞到6000幾蚊。雖然唔係雙糧，但喺而家咁嘅經濟環境下，呢半個月糧對好多老人家嚟講已經係一份好好嘅應急錢。政府初步預計呢筆錢會喺預算案通過之後嘅1個月內，即係大約2026年嘅5月或者6月左右，直接入落大家平時收開津貼嘅銀行戶口，大家唔使特登去申請，只要你係嗰個時候合資格嘅受助人就得。講完半糧，我哋要進入今日最核心嘅部分，就係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大家俗稱嘅長生津。去到2026年，長生津已經全面合併咗做單一階層，即係唔再分高額定普通，只要你符合入息同資產限額，攞到嘅金額都係一樣。根據2026年度嘅最新調整，長生津嘅金額已經跟住通脹微升咗少少，而家每個月大約係4300幾蚊。要申請呢筆錢，首先年齡一定要夠65歲，大家要記住係足65歲。如果你仲差1個月先到65歲，就算你提前交表，社署都會叫你等一等。最令大家頭痛嘅通常係入息同資產限額。喺2026年，單身人士嘅入息限額大約係10900幾蚊，資產限額就係399000幾蚊。如果你係夫婦一齊申請，入息限額就係16000幾蚊，資產限額係608,000幾蚊。呢度大家要特別留意，所謂嘅資產係包括咗你嘅銀行存款、投資股票、保險計劃入面嘅現金價值，甚至係你名下嘅物業。但係如果你嗰層樓係你自住嘅，就唔會計入資產入面。不過如果你喺出面仲有一層收租樓或者係一塊地，嗰啲就要計晒入去。好多老人家會問，如果我有份保險年金計唔計？喺而家嘅政策下，年金計劃嘅本金係唔計資產嘅，但係每個月派返俾你嘅嗰筆錢就會計入你嘅入息入面。所以大家喺計算自己係咪超標嘅時候，一定要睇清呢啲細項。跟住要講下好多人會忽略嘅傷殘津貼。呢個津貼其實唔分年齡，亦都唔需要資產入息審查，只要你被執業醫生證明係屬於嚴重殘疾，就可以申請。2026年普通傷殘津貼嘅金額大約係2100幾蚊，高額傷殘津貼就係4300幾蚊，即係同長生津差唔多。但係要記住一點，長生津同傷殘津貼係唔可以一齊攞嘅。好多老人家本身攞緊傷殘津貼，到咗65歲就會考慮轉唔轉長生津。呢個時候你要算清楚，因為如果你攞緊普通傷殘津貼，轉去長生津錢會多咗。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高額傷殘津貼，金額同長生津差唔多，咁轉唔轉就分別唔大，反而係長生津要資產審查，傷殘津貼就唔使。所以好多人會選擇留返喺傷殘津貼嗰邊，省卻每年申報資產嘅麻煩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要重點講下2026年大熱嘅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。隨住大灣區發展，越來越多香港老人家選擇返內地養老，政府為咗方便呢班老友記，推出咗廣東計劃。簡單講，就是你住喺廣東省，但依然可以攞到香港嘅長者生活津貼或者高齡津貼，即係俗稱嘅生果金。好多人以為返咗大陸就攞唔到錢，其實係錯嘅。喺2026年，廣東計劃嘅申請資格已經優化咗，最重要嘅一點係居港限制。你喺申請前嘅嗰1年，一定要喺香港住滿最少60日。
而且你一定要係香港永久居民。好多人問，如果我已經搬咗返廣州，住咗幾年，而家先想申請，點算？咁你就要喺申請前嗰一年返嚟香港住夠60日。廣東計劃嘅入息同資產限額係同香港本地嘅長生津一模一樣嘅，金額亦都係完全一樣。最方便嘅係2026年政府已經全面落實咗跨境電子轉賬，你唔一定要返香港開戶口收錢，你可以指定一啲喺內地設有分行嘅香港銀行，直接將津貼匯到你內地嘅戶口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攞得廣東計劃，你每一年都要喺廣東省住滿最少60日先可以維持個資格。政府喺2026年亦都加強咗抽查，會透過出入境記錄嚟核實申請人係咪真係住喺內地。所以大家千萬唔好以為可以兩頭瞞，一定要誠實申報。講到申請方法，2026年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政府大力推行網上申請。以前我哋要親身去社會保障辦事處排隊或者寄信，而家只要你有一個智方便戶口或者直接上社署嘅網頁，就可以全程網上搞掂。網上申請有咩好處？第一係快，系統會幫你檢查有無漏填資料。第二係方便上載證明文件，你只需要用手機將你張身份證、銀行存摺封面同埋住址證明影張相就可以上載。不過對於一班唔係幾識用手機嘅老人家，網上申請可能會覺得好難，所以我建議大家一係就屋企後生仔幫手，一係就可以去民政事務處嘅諮詢中心，嗰度通常都有數碼大使教大家點樣用手機申請。如果你覺得網上申請真係搞唔掂，2026年依然保留咗傳統嘅郵寄申請，你可以喺網上下載表格，或者去各區社會保障辦事處攞表，填完之後連埋啲證明文件副本寄返去辦事處就得。寄完之後大約2個禮拜，你就會收到一份確認書，話俾你知佢哋收到你嘅申請。之後社署會約你做一個簡單嘅面談，雖然話係面談，但其實而家好多時都係透過電話進行，只要你答返啲資產資料，對返啲數就得。大家要特別注意一個陷阱位，就係關於資產轉移。有啲老人家為咗符合嗰399000幾蚊嘅資產限額，會諗住喺申請前將銀行啲錢轉晒俾仔女。我要提大家，社署係有權追溯你過去幾個月甚至1年嘅銀行流水記錄。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大筆錢轉走咗，而你又解釋唔到係用嚟做咩，社署可能會覺得你係故意規避審查，嚴重嘅話可能會被控告詐騙政府津貼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有用錢嘅需要，例如係醫藥費、大裝修，記得留返啲單據，到時解釋起上嚟都有憑有據。另外一個大家成日問嘅問題係，如果我同仔女一齊住，佢哋每個月俾我嘅家用計唔計入息？喺2026年嘅政策入面，仔女俾嘅家用係唔計入息嘅，呢點好重要。入息主要係指你工作嘅薪金、收租嘅租金或者保險年金嘅派息。所以如果你純粹係靠仔女供養，資產又無超標，你就完全符合資格。而且如果你係同仔女分開食飯、分開開支，就算住埋一齊，你依然可以以個人身份申請，而唔係以家庭單位申請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2026年預算案入面隱藏嘅小細節。今年政府除咗發放半糧，仲增加咗一啲針對長者嘅醫療津貼。例如2026年度嘅長者醫療券金額雖然維持喺2000蚊，但係政府優化咗使用範圍，而家可以用嚟支付更多預防性嘅檢查，甚至喺大灣區指定嘅幾間醫院都可以用到。如果你係攞緊長生津嘅老人家，你仲可以享有更多公立醫院費用嘅減免。所以呢張長生津嘅門票其實唔單止係每個月嗰4000幾蚊咁簡單，佢背後仲連住一連串嘅福利網。我哋再返去講客廣東計劃嘅具體網上申請流程，因為呢幾日真係好多老友記問。首先你要準備好你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，然後你要有一份最近3個月嘅住址證明，證明你係住喺廣東省，例如係當地嘅水電費單、房產證，或者係當地公安機關發出嘅居住證。跟住你要有一個香港銀行嘅戶口嚟收錢。雖然我頭先話可以跨境轉賬，但最初申請嘅時候，你依然要提供一個有效嘅香港收款戶口。喺網上填表嘅時候，系統會要求你輸入呢啲資料同埋影相上載。如果你身在內地唔方便返香港，其實你可以委託一個喺香港嘅親友做你嘅代理人，幫你遞交表格同埋代領信件。喺2026年，政府亦都加強咗對傷殘津貼嘅巡查，特別係一啲領取高額傷殘津貼嘅個案，社署可能會要求申請人定期提交新嘅醫生證明。如果你嘅康復情況理想，醫生覺得你唔再屬於嚴重殘疾，
咁你個津貼可能會被調低或者取消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期去復診，留返啲醫療記錄。同埋如果你攞緊傷殘津貼期間，個人離開咗香港超過90日，除非你係參加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，你嗰年嘅津貼可能會被扣減。呢點同長生津嘅離港限額係一樣嘅。2026年嘅規定依然係每年度可以離港最多305日，但係前提係你要先喺香港住滿60日。好多人會問2026年有冇啲新津貼？其實預算案入面仲有一項值得留意，就係針對基層家庭嘅電費補貼。雖然呢個唔係直接入落你戶口嘅現金，但係佢會直接扣減你張電費單。2026年政府會繼續提供每個月大約100幾十蚊嘅電費補貼，一共為期1年。對於獨居老人家嚟講，呢筆錢基本上已經可以 cover 到大半張電費單，大家唔使申請，電費公司會自動喺你張單度扣。總結一下，2026年度嘅津貼攻略重點就係：第一，保住咗半糧，預計5、6月派錢；第二，長生津資產限額微調，資產唔好超標；第三，廣東計劃係返內地養老嘅首選，記得要喺申請前住夠60日；第四，大力推行網上申請，唔識用就人幫，唔好因為驚麻煩而放棄申請。我知道好多老友記平時生活好節儉，呢幾千蚊對你哋嚟講真係好重要。有時聽見有人因為唔清楚政策，過咗期未申請，或者因為一啲小錯誤俾人停咗津貼，我心入面都覺得好可惜。所以大家聽完呢篇內容之後，一定要檢查下自己或者屋企老人家嘅情況。如果你已經65歲，但仲未申請長生津，唔好等啦，即刻攞份表翻嚟填，或者叫仔女幫你上網搞。2026年嘅香港雖然面對好多挑戰，但係社會福利制度依然係相對完善嘅。大家要識得利用呢啲資源去改善自己嘅生活質素，唔好覺得攞政府錢係一種羞恥。呢啲係你哋後生嘅時候交稅、貢獻社會應得嘅回報。政府嘅錢其實都係市民嘅錢，最緊要係用得其所。最後我再叮囑大家幾句，喺2026年網絡騙案非常之多。如果你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電話或者短信，話可以幫你申請政府津貼，仲要你提供銀行密碼或者轉賬，嗰啲100%係騙案。政府部門絕對唔會透過電話叫你轉錢。申請津貼係完全免費嘅，除咗你自己填表交資料之外，唔需要經任何中介公司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最穩陣嘅做法係親自去各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，或者打社署嘅熱線電話。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由2026年預算案嘅半糧，講到長生津、傷殘津貼嘅入息限額，再到廣東計劃同網上申請嘅細節，希望呢啲資訊真係可以幫到大家。大家要記住，政策會變，但係只要我哋保持資訊靈通，就可以確保自己嘅權益唔會受損。如果你身邊有啲老朋友、老鄰居，佢哋未必睇到呢啲資訊，你可以順口提下佢哋，或者幫佢哋睇下有無申請流，大家互相幫忙，喺2026年一齊過得更好、更安穩。嚟緊我會繼續留意住政府最新嘅政策公布，如果有任何關於派錢、津貼或者醫療福利嘅最新消息，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喺度同大家分享。大家記得要留心，唔好錯過任何一個可以攞到福利嘅機會。2026年我哋一齊努力，攞盡應得嘅福利，開開心心咁過日子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大家記得去準備好啲證明文件，盡快處理好你嘅申請。下次再同大家傾。其實講到尾，大家最關心嘅都係嗰份安全感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，手頭上有啲現金始終係最實際嘅。2026至2027年度嘅預算案雖然冇以前咁闊綽，冇再派1萬幾千蚊消費券，但係保住咗呢啲針對老人家同基層嘅津貼，其實更具針對性。大家要明白，政府嘅資源有限，我哋更加要學識精打細算。講返長生津，其實除咗錢之外，仲有一個福利係好多人忽略咗嘅，就係長者牙科服務資助。只要你係領取長生津嘅受助人，你就有資格申請雙假牙或者其他牙科治療資助。喺2026年，呢項資助嘅範圍仲擴大咗，好多老人家牙齒唔好，食嘢都冇胃口，搞到身體虛弱。如果你攞咗長生津，記得去指定嘅診所問下，將啲牙搞返好，食得落嘢，自然個人都精神啲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同配偶一齊申請長生津，雖然資產限額係60萬8千幾蚊，比單身貴族多，但其實平均返每個人得30萬左右，所以有啲夫婦會選擇將資產重新分配。例如，如果其中一個人嘅醫療開支大，可以用嗰個人嘅名義去支付，慢慢將資產降到限額以下。不過呢啲都要做得合法合規，唔好搞啲旁門左道。2026年嘅廣東計劃，
我仲想補多一點，就係關於居住證明嘅小貼士。好多人反映話喺內地租樓住，好難攞到正式嘅水電單。其實你可以去當地嘅派出所辦理一份境外人員臨時住宿登記表。呢張紙喺社署眼中係非常有力嘅居住證明。只要你有呢張紙，申請廣東計劃就會順暢好多。最後嘅最後，我要講講關於2026年嘅津貼發放時間表。通常預算案喺2月公布，3、4月立法會審議，5月左右撥款條例草案通過，所以嗰份額外嘅半糧，大家大約可以喺6月初左右收到。大家喺呢段時間可以多啲留意銀行戶口嘅變動。如果到咗6月尾都仲未收到，就要去辦事處問客啦，唔好白等。講完呢啲，我仲想再深入啲同大家分析下，點解今年2026年呢個半糧爭取翻嚟係幾咁唔容易？大家知唔知最初預算案嘅草擬稿入面，其實係諗住完全取消呢個額外發放嘅，但係點解最後會保得住呢？呢個就係因為社會嘅聲音。好多議員喺立法會大聲疾呼，話老人家嘅生活成本因為通脹加咗好多，如果連呢半個月糧都冇埋，好多人真係連睇醫生買餐好啲嘅都唔捨得。所以大家收到呢筆錢嘅時候都要記住，呢個係社會共識嘅結果，係政府聽取民意之後嘅決定。2026年的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嚴重，長者福利開支已經佔咗政府好大一部分嘅支出，所以政府喺審核申請嘅時候可能會越來越嚴格。呢個就係點解我今日要咁詳細同大家講入息同資產限額嘅原因。大家喺申報嘅時候千萬唔好諗住搏一搏，因為一旦被發現漏報，以後要再申請就難上加難，甚至可能要填返之前攞咗嘅錢。誠實申報係攞到長遠福利嘅唯一方法。仲有，如果你身邊有啲後生仔，佢哋喺度緊工，2026年嘅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依然存在。雖然金額唔算好大，但對於住得遠、車費貴嘅基層打工仔嚟講，每個月多幾百蚊交通津貼其實都係一個支持。呢項津貼同樣有半糧安排，所以如果你屋企有仔女符合資格，記得叫佢哋都去申請。喺2026年，政府亦都開始試行一啲社區券計劃，例如除咗現金津貼，符合長生津資格嘅人仲可以申請一啲居家安老服務券。呢啲券可以用嚟請人上門幫手沖涼、清潔屋企或者送飯。對於一啲行動唔方便又唔想住安老院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啲服務券其實比現金更加實用。大家喺領取津貼嘅同時，可以去社會福利處嘅社區支援中心問下，睇下自己有冇份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嘅福利政策關鍵字就係精準扶貧。政府想將啲錢俾到最需要嘅人手上，所以只要你符合條件，唔好驚，大膽去申請。程序雖然多咗少少，但只要跟住我頭先講嘅步驟，逐一準備好身份證、銀行存摺、住址證明同埋資產報表，其實半個鐘頭就填完份表。如果你係用字方便網上申請，2026年仲有一個新功能，就係可以即時追蹤你個申請進度。你唔使再日日等郵差，只要登入個 app 就可以見到你個個案係處理中、已審批定係已放款。呢種透明度係2026年社會進步嘅表現。大家聽完今日呢段長篇大論，可能覺得資訊量好爆炸，唔緊要，你可以重複聽多幾次，或者將重點記落張紙度。特別係嗰幾個數字，單身39萬9，夫婦60萬8，呢兩個數字係你攞唔攞到長生津嘅生忌死歸。如果你嘅資產剛好喺邊緣，咁你就要考慮下係咪要提前做好理財規劃，例如將一啲現金轉做自住物業嘅大維修預算，或者係預繳一啲必要嘅開支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，錢財雖然重要，但係心態更重要。2026年，無論世界點變，我哋都要保持一個積極嘅心態。攞到政府嘅津貼就食好啲、住好啲、對自己好啲。如果你有仔女喺身邊，多啲同佢哋溝通。如果係獨居，就多啲去老人中心坐下，識多啲朋友。呢份口播稿唔單止係一份攻略，更加係我對大家嘅一份關心。希望每一位聽完嘅朋友喺2026年都能夠順順利利領取到屬於自己嘅每一分福利。